我们的吉他手来自黄组的熊，男生也是我们突然部落年轻人严凯，好，我们也是部落弟弟，也是阿美请的邵文，然后鼓手我们唯一平静的保留名人杨明。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自己 solo 的时间。刚刚唱的都是阿美族语哦，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不懂，当做听法文。跟大荧幕好像也没有字幕哦。接下来我要还是唱一点中文，毕竟来台湾发展这么多年。我自己写歌，然后大部分自己写的歌都是自己唱的都是母语歌，中文歌都写给别人唱。不过有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因为跟我自己生长的地方有关系。我来自于都兰，听过都兰国小吗？有。我是杰出校友，是真的，虽然没有头像，是真的这个国小，我很喜欢我的家，然后。但是对自己的家乡，我会很关心最新时事、对土地的议题，纷纷扰扰的。我希望年轻人，这个家园、这块土地是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这一土地发声，好不好？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叫做《别在都兰的青年的羞耻的爱人》。我也找了很厉害的女主角帮我拍这支 MV， 带这首歌献给各位。感情太朦胧，我还不能。
有看到女主角了吗？刚刚片头出来，书里面，然后第一个画面就是水塘的画面。如果不认识书里面的话，以为书里面长得好像水塘。这几年开始做了一些中文的创作，在下个月12月20号要发行新的第一次很大的尝试，就是发了一张全中文创作的专辑，叫《阿密斯泰普美式生活》，然后希望同学给我多多支持，谢谢。也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这次的金马奖，然后我跟水桶一起写歌，录了这次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很紧张哦，没有在，不知道怎么走星光大道，然后水桶又很帮忙，可是因为他一站出来，我站到他前面，我就很像花筒。刚刚那个 MV 啊，很多的角度没有拍到脚，事实上我是上了录像的。还要演戏，他好入戏，可是我都很想笑。好，那我很久没唱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的原唱者是钟声涛阿 B 哥，今天就来，因为这阵子都要做忙的部落的一些事情。昨天才上了台北，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听看，因为很少有机会唱到这首跟水桶一起合作的歌，叫做《如果情歌都是一样》。歌词不熟，我有看大荧幕。水桶对不起你，马上。喜欢星光灿烂，在夜空画出你熟悉模样。喜欢念念不忘，舍不得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也许少了你给的安全感，还是跟从前一样，任寂寞继续徜徉。闭上眼，假装不理我，怎么会老老悄悄追逐着你的爱我去迷航？怎么会飘飘荡荡为着你的话我却受伤？如果情歌都一样，我是不是也搁浅着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以为这就要天长，留下的牵绊是哀伤。旧情歌怎么唱，唱不出爱却也惆怅，慢慢的回想，慢慢悲伤，慢慢只剩茫然。旧时光往走日子能回头望，忘了可以牵手，也忘了可以相守，忘了相知相守。而你是否依然在夜空画出你快乐模样？而我还是这样，奢望着你的怀抱和脸庞。如果情歌都一样，你是不是也搁浅旧时光，像回到从前一样，留下无彩的模样，也不管情歌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谁来唱。
有当金马评审的，不然我这一票投给你啊。真的吗？真的很好听啊，真的非常好听啊。就是也是插曲，因为他写歌只是为了要帮导演写片尾曲，写片尾曲导演写完曲，我不好意思干掉片头曲，干掉的人是不知道。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非常优秀，当时是海洋乐季他们的普特乐团拿了冠军，然后颁奖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个海浪里头玩水。所以就必须站在舞台上把主唱给叫回来。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舒明恩。几年之后呢，他出了自己的作品，然后就很厉害，金鹰奖啊、金曲奖，然后还中间得了个金马奖新人奖。哎，你3金哎！哇，好厉害！好，不像我只拿金钟奖，只有1金。OK， 那个今年的12月。几号？12月7号、7号、8号、7号、8号要在都兰办阿米斯音乐节。顺便有一句名言，就是都兰是原住民的首都。阿美族首都。阿美族首都。然后他跟我讲过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爸爸是去跑船嘛，对不对？远洋船。然后比如说小学2年级出去，他回来之后，他连国中的爸爸认不出他是谁。也就要花时间习惯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舒明非常有一个使命感，他做音乐，他觉得不是只有自己开心或旁边的朋友开心，他想到的是整个部落跟下一代传承的这个事情，有点像我们在做音乐讲唱会。为什么会有音乐讲唱会？我们希望在前面用讲座的方式，让比较资深的前辈啊或什么的跟我们分享。但是在后面我们让新生代的乐团或者是创作歌手来用唱的方式，所以它是一种说创然后唱艺术这样的说创倡议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阿米斯音乐节有一点类似这样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你要去规划一个活动节目的内容，最主要是让整个部落都兰都活跃了起来。听说现在整个大大小小大家都在忙这件事情。本来一开始是我自己很想要在台北的一些一点点成就大的去给我自己开演唱会，是。结果部落的人说，那我也要唱，阿嬷也要唱，爸爸也要唱，哥哥姐姐也要唱，就变成音乐节，就变成音乐节了。希望大家12月7号、8号可以到。哎，你要透露一下那个阵容吗？就是这个乐节最有名的就是都兰国小，都兰国小，歌手群们，然后我们那边有郭念南阿公的好朋友，郭念阿公在上面，你要下面就要吓一跳。一样的歌声，是我们是母系社会，人家有少女时代，我们有妇女时代。妇女时代，还有呢？然后再就是我们青少年巴卡罗奈，就是身强体魄了，都运动员了。我们那边都打棒球的，原住民最强的打棒球跟唱歌啊，奇怪，打棒球。对啊，有没有枪手？枪手？对啊，比如说别的不是阿美族的也把他拉来唱歌这种。有秘密艺人，真的吗？隐藏版的？隐藏版的。谁？我觉得你们要来才告诉你。一个都不能透露。很想讲，但是我觉得不要消费这些大哥大姐。这些大哥大姐都是出生于乡下地方，然后他们很疼惜。我知道一部分的隐藏版有那种金曲奖级的歌手，全部。对，全部都是金曲奖，前面5个出来表演的都是金曲奖。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然后因为舒明请我去帮他主持这个音乐节，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要跟台下的那个观众互动啊。他说要啊。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捐个100张 CD， 那一天当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哇哦！就问问题啊，答对了来送你这样子啊，对啊，这不是很难的问题。我家有12万张 CD， 真的，对，赚到了。办的地点很特别，在哪里？在都兰小巨蛋。你看这个台词如果用台语念会很怪，对啊。
都兰小巨蛋，那是都兰国中体育馆，那也是我们全海岸线东河乡最大的室内场馆。哇，那去的人要睡哪？都有饭店民宿，就是睡民宿啊，我们大家睡民宿。我希望让部落的妈妈、哥哥姐姐他们有一点点收入，收入了就可以把民宿用更好。如果你们的收入都给饭店了，饭店就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们是给部落的人，就会越来越好。对，而且史密曾经半桌煮菜给大家吃。对。今年还会有吗？今年换我们的部落的年轻人传下海抓。我那边以前穷，买不起三明治，早餐都吃的海胆跟龙虾的。你呢？现在才知道台北原来海胆龙虾比较贵。吃多了会痛好啊。好啦，因为再过2天他要去金马奖颁奖典礼，我们先预祝他夺奖好不好？接下来大家我是我的创作，信狗。我们掌声欢迎新兵。好，最后一首歌，我想要教你们唱一下，讲一下、练习一下阿美族的歌。每次唱母语都有一种很奇怪的困扰，我很羡慕那些唱中文歌的人。大家跟我一起唱，我待会叫你们跟我一起唱，就安静了，很像你们在看电视一样。试试看好不好？教你们一句很简单也很实用的阿美族语。我爱你。英文怎么说？Me too。不要套你们。日文会讲吗？对。那阿美族语你们会讲吗？没有。好，那我教你们很简单，大家一起来学学看。阿美族语的我爱你叫做马乌拉海达古迪索尔。
一起来。马乌拉嗨，很简单啦，学一下好不好？试试看，马乌拉嗨，马乌拉嗨就是喜欢，马乌拉嗨。嘎布，嘎布就是我，迪苏安娜，迪苏安娜就是你的最高级，所以整句话叫做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人。这样很好，迪苏安娜，恭喜你，迪苏安娜。来试一下学起来，马乌拉嗨，嘎布，迪苏安娜。马乌拉嗨嘎古迪苏安娜，用唱的好不好？用唱的可以，好不好？就记一下。马乌拉嗨嘎古，马乌拉嗨嘎古，马乌拉嗨嘎古迪苏安娜。那迪苏安娜那唱快点，迪苏安娜，会了吗？会。以后可以拿来去告白，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可是你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告白，尤其是对你不敢说的那个人，试试看。我就带来这首歌《我爱你》，然后来搞个迪苏安娜。